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月17日，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3章14到17节，踏入神机骑士。祷告的经文记载在3章16节，3章16节这样说：河水就停止流动，上游的水在撒拉旦附近的亚当城汇集成一道水堤，下游流进死海的水完全被切断，于是民众都从耶利哥对岸附近过去。哇，面对这么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现象，我们除了大开眼界之外，或许还有些许的惊恐万分。当然我们也会想到，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而河水涨过两岸，于是民众拔营准备过约旦河，祭司们抬着约柜走在他们前面，祭司们脚一入水，河水就停止流动，上游的水在撒拉旦附近的亚当城汇集成一道水堤，下游流进死海的水完全被切断，于是民众都从耶利哥对岸附近过去。当以色列人这些民众走过没有水的河床时，祭司们抬着上主的约柜，站立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等所有的人民都过去。哇，这真的是踏进了这个约旦河的一个神机骑士，踏入神机骑士。哇，那时候我相信那种心里的激动哇，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哈。这是这么件大的事情，神真的是显出那个骑士奇妙的事情，就在他们眼前分开来，让他们走过去。而这么奇妙的事情，不是曾经听说，不是他们曾经听说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有经历，而是现在这个眼前，就在他们面前。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回想经文一开始说的，当他们预备了，听到约书亚跟他们说我们预备要拔营的时候，其实按照人的理性来判断来看，那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河水涨过两岸。其实准备过河是一个很不理智的，早不过河晚不过河，而偏偏这个时候，约书亚，你这个领袖是塔卡派克吗？头壳坏掉吗？你何以这个时候要我们走过这个约旦河呢？亲爱大家，我们来想一想，神对约书亚讲，有没有对当时候的祭司跟所有的民众讲？是没有的哦。也就是说，约书亚一个人领受，然后他对众人说，所以就是这些民众，这些以色列人民以及抬约柜的人，他们并没有听到神这么说，神的吩咐，而只有约书亚听见。约书亚领受了这个吩咐，他真的要刚强壮胆他要勇敢，要坚强，抵挡什么？可能有反对的声音，可能有许多的人，一人一口水，一个口水就会把他淹没把他淹死。这个时候，约书亚他要不要忠实来实践神给他们的吩咐跟命令呢？我们看到约书亚选择忠实来宣告跟吩咐跟命令。很美的事情是，这些祭司们相信
他们的领袖，而他们的领袖是因着神，他们相信神所设立的仆人。感谢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相信神，但我愿不愿意更进一步来信任神所设立的仆人呢？神所设立的属灵领袖，当祭司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经历那奇妙的作为。亲爱弟兄姐妹，因为牧师自己属于迦南教会的牧者，或许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你讲得好啊，都给你们牧者讲就好啦。是啊，我们真的是心里会有这样声音，那么由不得我们没有想到，当时候的这些民众也有可能是这样想哦。幸好那时候的人，他们只有一种相信，他们相信约书亚吩咐他们的往前走，脚踏进去。如果他们不相信那抬约柜的祭司，请你想，你不踏我们踏，万一水一踏进去不开，那多尴尬多丢脸啊。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抬约柜的祭司们，他们顺服属灵的领袖踏出那一步，很多的疑问，但他们因着相信，这些疑问都要成为一个惊叹号，问号都要成为惊叹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相信神对我们说的话吗？我们相信神对他的仆人，他所设立的牧者长子所说的话，而我们愿意齐心一起来努力吗？我想迦南教会就是有这么样很好的信心的前辈，他们愿意跟随主所设立的仆人，我们一起努力，使迦南教会在每一个世代都能够发挥那个影响力。其实那关键其实就正是在那信心跟愿意顺服嘛。我们的属灵前辈在几年前因着信心，我们购买了我们隔壁33号的这个新的会堂。我们是不是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些领袖他们的决定，我们的决定，我们一起再来开创一个神所应许，使我们经历那个神迹奇事，就是我们能不能同心重新，我们能不能合一，这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有信心，也愿意顺服顺从神，我们只有一个心字，我们就是在各世代我们发挥影响力，我们在这年轻人赢得这世代每一个世代，让我们的教会，未来的教会在每一个年龄层都可以成为这世代具有影响力的迦南教会，成为影响力的教会。我们再一次来经历，我们因着相信顺服踏入那神迹奇事，好不好？我们来默想一下，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自己设下自然律，就是河水会流动，那何以他要行神迹奇事，破坏他自己的设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创造这宇宙万物，使我们从这些你所创造，我们再一次
来领受主你是伟大创造者，主你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一切都指向主你要显明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你是伟大的上帝，而且你有爱有怜悯。主你要带领你的众儿女们，在各世代我们要再次经历神迹奇事。谢谢主你的应许，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要经历一个神的神迹奇事哦。我们明天见。